感觉啊？你感觉什么声是会当代表台南？对你来讲上印象？啊，是笑声无啥物声。啊？笑声还无啥？笑声。笑声。你咧讲一解好，你莫我讲这袂歹，这歌哦，报名高雄文化部所举办的南闽儿歌有入围伫专辑内底，所以这歌嘛是来回来高雄回馈给高雄啦。对呀。用笑代表一切啊！我大家会当思考一下哦。恁家己故乡的声到底是什么声哦？来哦。假是今仔日的工课淡薄仔忝，感觉今仔日的台南淡薄仔咸，假是今仔头家讲话淡薄仔险，只是今仔乡家己淡薄仔忙。逐工假是甲比赛撞啊，来去下车流量甲风声袂无拍拼，无闲放松，为着生活认真做工。我知影你毋知影，其实上忝是做人。试看卖甲目睭合起来。哦，你到底听是啥物声呢？甲目睭合起的时阵。喘气，分明用心听出气味甲关系。自己问我敢有渐渐嘛介意？这是亲门功夫调整个心情。甲我讲台南代表什么声？什么声？伫你心内是代表啥心情？什么款的答案？代表什么款生活？什么款的你？是什么声音甲你声来哦？代表什么声？什么声？看车往台南站到啊！成功路顶的阿无聊啊！嘻嘻哈哈，嘻嘻哈哈。逐工暗暝的石旗啊！是美家的兴王爷。来呀！小故事来咯！是美家的兴王爷嘛，叫做石金区王爷。大家敢有去过石金区？毋捌，好，不要紧。石金区王爷是台南8当前城内上兴的神明，城满就是西罗殿的公职尊王。因为我介台南，所以我去收遮的声音。简单的讲哦，我去收声开2礼拜时间，摕一只收音机伫遐懵渺渺。但是我最后哦，徛伫一个十字路口，去感受到甲目睭合起来时阵，你会感觉讲你的听觉非常的灵敏哦，因为你的目睭合起来时阵，听觉非常灵敏，所以我感觉有一个方式会当甲大家讲，就是即马恁甲目睭合起来，开1分钟的时间去思考讲高雄伊的声音到底是啥物，来开始。
肉在外带。我加肉手就加三宝。好，就这边都没加肉手，再加三宝。真正呀。好，再见了。拜。